看人睇就是。意思去 Geraldine。10號是幾10號是蝦米節 Sunday。Sunday，the following 2號去 Geraldine，Tuesday 去 Geraldine。去 Geraldine 了 after 1 week。然後伊轉來咧就轉去英國了咯。哦 ，OK，即是講 Geraldine 是伊 final week 啦，咧伊就是頭轉英國啦。班長。伊去 Geraldine 轉來 KL，I think 伊大前兩尾咧就轉去英國咯。哦 ，OK。我你大買未？我諗大多少少？冇你air ticket 買未？未。蝦米 air ticket？你檳城 KL 檳城 air ticket 買未 ？For which trip？你嘅3號嘅啦。哦，我係3號。我未買過 because 我係 niece from France 來嘛，所以我唔知伊要對我去哦，所以我無買過。But 我若是要買，若是無，我看車咯。哦 ，OK。當今 still 有個哈60塊 Malaysia Airlines 啊。我無啥物愛坐 Malaysia Airlines 就安怎哦 ，because 我若坐 Malaysia Airlines 我就去石邦啊，我若是坐 Firefly 我去蘇邦較方便啊。上價60蚊。我若坐 Firefly 啊 ，depending on which flight 我take有嘅39塊呢。到嘅。OK 啦。到嘅。當今 MAS 有班機都知哦。我知數係咩數？着咯，同你講下啦。我好自己都教我講啦，我。OK。英國上，我每看10個愛坐，愛我每個買，咁你好我換車，如果上英國上嘅嘛，加熱過，我講是人都多。文化咩啊？我就會我愛自己嘛，去對呀。咱冇回外位。你抓到咯？你日本嗎？我知啊，英國強換車啊，我知咯。今日邊啲學嘅人啦，今日邊啲學嘅人就係講英國強嘅 blend 啫，係咯。伊會曉換啦，伊知。OK 來，故意告訴baru boy mau. I don't know masih proses itu main malah kayak conversation. No, it's already on. I already warned you. I'm not gonna do extra work to take it out. I already warned you kalau kau ngesat lah mah. Jadi okay, dulu mah kau dah jadi personal. Lalu aku cerita kau, macam panggil si waktu tiada langkong lah. Kita luar. OK， 注意下邊亂你mute 掉啦，我講話時間。咁咪 I think 係紅西，I think 是係你胡椒呀？啊，是，就是說，唔是啊，冇事啊，但係是哦，I think 你冇講話是，你唔係 pick up 紅西先啊，我頭擺未記 mute 嘅。OK。Alright，但係咧，實句嘢嚇，我仔女就故意告訴講嘛，這裡不拿 can，攞 can 成交。OK，我被殺了，tunggu sekejap。對吧，嬌啊？嬌啦，咕咕叫。Hello。Twitter 嬌。OK，就這樣就兩位殺。你兩位嘛？我話真係幾難人對吧？OK。
and now gonna lang be join. Okay. Here on Skype. He post something on Twitter for the ghost recording. I think that's a link. Okay. Hey, enter at the call ah. Okay, yeah, okay. Okay, start 啦吓。各位聽眾，歡迎你能夠在這裡來邊嚟學見嘅節目。但是我到啲 YouTube 會佢看到我鳥來了，阿仔，晚餐亂。各位聽眾，歡迎你到對來聽邊嚟學見鬼嘅節目。我只隻鬼伯伯都整苦了啦，快點！這個禮拜我諗到是佢哋講鬼嘅故事，我帶鬼故事真係人聽嘅，所以我會介紹。會介紹人1月3號，我諗會去錄鬼嘅故事到啲邊人北嘅位。第一話一題就是講鬼嘅故事，咁就是人會來聽，會來講，會來看，會來食激，或者捲邊個頭頭嘅激，就使來參加我哋邊咧學見1月3號2015年，邊咧學見慶祝做節目做10年嘅即係老做我哋來邊咧 back 嘅啊，即係 KL 人們對來新加坡人們對來日本嘅人們對來啊，唔係日本台灣人們對來啊，都人特別就對來，啲就特別靚，人我俾海波底，所以就攞百幾間，我俾係攞百幾間摸㗎啦，意思，我特別食摸啦，冇食摸啦，邊一肯定唔嘅食，我哋邊一唔好嘛嗬。呢邊係無人，特別佢聽到人笑啦，邊一看個無人嘅就是講係嘅。呢排咧，我嚟特別嘅邊咧，就是你介紹啦，台灣嘅日本嘅歡迎。Hello。了，各大家好，了個啊，就是嗰邊嘅聲我聽到，但是佢嘅聲是唔是邊知？是 I think 是日本嘅嚟㗎。I think 是我啦，我就聽到咩？誒 ，come here。好啦，人啲 content ski 啦。哦，白冷佢啊。OK， 我 new 嘢。我只是白冷個電話手呢個叫人還是 come here 咯。呢位卡嘅啦滾。一卡佢剛剛嗎？一卡佢剛剛我吐下。哇！先看到啲卡網啊，之前啊，日本嘅。OK， แล้วก็我諗嘅新加坡嘅個特別嚟講出個水是唔知咩啊？當時話嘅報紙新加坡嘅。嘅波鬼來了，搞嘅波啊！แล้ว鬼，咪嚟講鬼故事決定，แล้ว個另外就係新椒。哇！嗰個 side effect 啊！笑係啦，有 sound effect 揾啦。胡驚，歡迎胡驚。大家好，我是善龜。善龜嘅 girlfriend Happy 介紹你聽嘅。嚟講就 Happy 邊。Hi Happy 介紹俾聽俾你學嘅呀，แล้วก็有位 producer
producer 豆嘅，豆嘅， OK，嗨，大家好。歡迎豆嘅，豆嘅，以為冚咯。豆嘅，豆嘅，睇到啊，豆嘅，哦，豆嘅 actually 豆格朗有講福建話。豆嘅。Go ngồi lắm đéo cầm mà lên. 大家好，nhau cậu làm hoàn lên Hoàn gì làm lắm ít cái xã hội lại làm họ làm surprise 我唔知係咪個特別 surprise Cút thao 我心想了是累啊啦，特別是累啊，但係唔是累咧，我係氣消啊。紅包係紅包，了個有 Skype 合併嘅老椒請之歡迎。哎呦，了個有蘑菇歡迎。大家好，個有咩名啊？ 7號。啊，7號啊對啊。 7號歡迎。7號咪是新聞？對。 7號本是新聞嚟，特別定位住嚟嘅。7號歡迎嚟邊咧學嘅。thank you。OK，嚟啦，講古嘅歌數，即係你禮拜南西部嚟啦，佢講嘅了。係。開始咗嘛？咪見啊，這禮拜有蘑菇隻菇冇講啊。啊，蘑菇嚟講，蘑菇學蘑菇 start。蘑菇就係背機嘅嘛。你放晒性，這是 Pixie 啊，放晒性，放晒啊！背機嘅。嚟 ，OK，嚟，住啊，學善招啊，細善招有幾個數講嘅。嚟，福建講幾個數嚟。OK，這幾個數咧是聽人講有啦，有 family experience 有啦。哈，再講satu kali講，啊，免satu kali講了啦，講一嚟啦，即係別人講那個對嚟講ด้วย，嚟你講。OK，這個數咧發生也久了，還是我冇嗰個5-6歲啊呢。啊。還是我時時咧是大 production 那邊。哦。我啦嘛，我規個今日去睡一間厝咯。啊。啲厝嘅 previous owner 是佢啊。哦，我是大去大，係唔是？唔是去隻行嘅。唔是，大邊隻呢？對厝哈，了。了，previous owners 厝是佢嘅咯。哦，頂到佢哋啊。啊，你係舊款嘅厝啊，伊頭頂有一個樓頂啊，就係樓頂哦。知。啊，伊是 terrace 厝，特別有一個樓頂頭頂嘅，你係樓梯白起樓頂嘅啊。啊，伊是樓頂。呀，伊是小物件，還是有人？啊，伊是將隻 small store room 安尼啦，隻細個房間。厝頂樓頂嘅厝下，一般嘅啊不，你嘅厝下頂面有攤白樓梯起嘅樓頂啊，樓頂嗰時。attic 啊 ，attic 啊，啊是阿摩是叫 attic 啦。哈。所以我人，伊唔是成個平常時房間啦，是可能小物件，可能無，唔是成個房間嘅啦。唔是啊，是就細細嘅隻 store room 安尼款啦。啊，所以我人嘛大邊 for 幾廿年啊，2-3年安尼咯。所以我甲我嘅小妹兩人啦嘛，還是我人無嗰個細漢，我6歲，我小妹無4歲啊嘛。所以我人大間厝 first 幾廿個月是無事啦。Then after 幾廿個月咧，有淡薄事發生了，我出去搬嘅事。我出去搬啦，然後我出去搬，了我買咧好像是會sense嘅物件嘅了誒。哦。伊去問一隻紅光啊，去吹人家，因為我係無理曬嘛。所以叫我去問紅光啊，去吹紅光，伊講我買佢會 sense 嘅物件，會 sense 做線啊、做網啊，嗰啲即係物件個 more sensitive ของ我誒。所以伊大有啦，你可能就有物件。伊感覺都有物件啦，所以我人，按照個 continue 衰，無就係講買插伊買。Because at first 咧，我嘅爸母伊唔是白人工人，伊是 universal 嘅嘛。哦 ，OK。所以人無相信即個物件，講哎呀，this 係 normal，maybe 人上頭借咩啦。所以人嘛 continue 大咯。
所以有一暝哦，我爸做工做兵换咧换转来嘅哦。都隔日厝我媽甲我孫妹三人哦。都我人嘛困喺咧房間哦。了一到哦，我嘛聽到啦。伊後尾記者啊，有人掃塗骹，即係古早嗰年啊，查某人嘅離啲嘅掃塗骹啊。嚇呢聲。啊，嚇嘅聲啫。你我嘛無常時，我嘛成時未必後尾厝外口人掃，所以嘛無理咯。了等幾 after few nights 啊，了個有迄個聲個啫，個有掃嘅聲個啊。了 the one thing weird is 哦，打到上我爸對來房做工嘅時啊，伊個聲無佇了。伊聲無佇了。特別我爸上出去外口做工咧，個聲 continue 掃了。了我人個厝後尾古早 the passageway leading to kitchen 啊。我有係 beats 啊，我真係 beats 叫咩？福建話 beats。你念珠啊？念珠係大喺啲門頭前啊，我係門頭前上。好教嘅念珠啦，係啊。實講安尼啦，我哋係俾 for， 我哋係 for decoration purpose 啦，好擺水嘅。所以喺你啊半暝啊，我哋無開窗啊，無開門啊。伊係嘅搖嘅哦。嘛！我咪聽到伊煮啊，會搖有聲彈嘅哦。我哋厝是terrace house，呢四間會聽到嘛。所以我慢慢出去話，還是我哋兩人細人困緊，我嘛無甲人講啦，咪叫我人嘛哦。所以慢慢出去看咯，無風無波行，特別喺裏面嘅搖啫。所以還是我慢慢無從時講，哎呀，這是 maybe 有淡薄風哦，淡薄細窗啊開無冚好勢哦，亦啲門嘅亦都有空啊，風走做落去啦。影響吹掉佢哋。所以嘛無理咯，你 OK 啦，了 leave it 安尼咯。Then next few months 我就喐我出去搬書咧，人家技術出來哦。即係頭一檔搬入去，頭一道出去搬啦，對唔對？是，the first year 出去搬，頭一道出去搬我出去搬，會出去搬書啦。所以我人嘛去，還是咧我去搬出去。去 doctor 搬出去哦。所以搬咧我對來是哦，我係回流未停啊。你上normal搬出去，特別回流未停啦，留個我學校啊，了愛入 hospital 個了。所以還是一暝咧，我住厝嘛。我 next day 去到 Discord 點數流鼻，伊回流鼻了嘛。所以下一暝我住厝，了我誒小妹咧無路死佢。流鼻停唔是流鼻了，流鼻停。流了就死。流鼻停。流鼻子。流鼻子。流鼻子啦。So the night before 我去找 doctor 咧，我小妹未困無嘛，係11點半暝啦，12點了。了我小妹帶我小妹去房間困先嘛。所以我人伊咪一人住喺房間困咯。你don't know why suddenly 伊喊咗哦。伊喊啦，了我慢慢入去房間門哦，點數路喊。特別係我人講阿毛話啦，我成日嘗試去福建話啦。伊講點數路喊，了我小妹講。安怎哦？有一個大波啦，行來我房間哦，看到我啦，甲我笑誒。媽！我係大波哦，大波啦，干那頭呢，無身軀誒。你意思？你講伊面烏烏誒，只是吉林亞人誒，特別我伊那件事係唔知係咪是吉林亞漢啊嘛？是唔是？我伊甲我媽講伊面烏烏誒，伊是一個頭了，伊邊個時候你嗰個青青灰又無會解笑。了我媽媽講哎呀，你人困啊嘛，人做送物件，人講話就係囡仔囝嘛。特別我媽大細咩，我媽記得不記咗啫。別個人講囡仔用看這個物件嘅，是唔是？especially 囡仔囝用看嘅了物件啫嘛，所以我咪記咯，所以我咪無理咯。了有一道我人大地房間困啊，我人三人啊，我爸好少到厝誒，還是就覺得無轉來誒啊。所以我嘛大困嘅房間，我人冚條門哦。你甚至你冚條門哦，你甚至有一大風，我人房間啊，伊門家己開嘅。
哦，啊，佢開咯。你感覺你行啊？下次我嗰陣時我唔知嘛，我媽講誒去冚妹，我點數冚妹？我媽講妹冚無眼啊，特別我媽知妹冚一眼，特別妹嘅自己開樣，點數我咧講風太大嘛。所以嘛留去，了留未停了嘛去 hospital 講我誒唔知咪，我出境就有咪 root 啊 root 了，所以過見過啊，見咁啊，所以 after 嘛阿你好啦，我見轉嚟厝咯，特別 after 轉嚟厝哦，你我誒 family 做下面物件我無順你知喎。大間厝，你我媽媽8年一人，我問咧有一人伊從前硬講咪講，哎呀，新厝人厝。做下面冇咪順，我攞到隨對我去隨每日硬講咯。所以我阿媽媽去對人去每日硬講咯，每我地嘅了，我厝啊無平安啊，我就冇驚看到啲物件嘅了。所以硬講話啦，誒師傅啊，佢買嚟我讓佢厝嚟看咯。所以看 round 嘅了，你要得伊冇 on the spot 講阿媽講啊，你之前表伊講阿媽講我 ，actually 啦，但我企入厝內邊啊，我有看到有幾隻隻內邊。你見了你是幾零啊嚟？你見了是老人嚟。你我媽媽問我，點解你看咧？伊是外口嘅物件入來到後面，你下叫師傅講咧，這裡我唔知啦，特別師傅叫我去找伊 previous owner 問點數啦。所以我媽媽去問伊 previous owner 是幾零啊咯。你話麻梅情做原來啦 ，actually 啦嗬，伊個大把舊老公頭頂伊厝條樓頂啊，是唔是？伊人家嚟講，伊人曬嚟祖先頭頂啊。因為做工硬工啊，快去成日去學曬樣到啲頂面啊。是，你學曬，你人搬厝裡是特別人祖先咪搬啫。你祖先大下啲厝，大下邊厝邊久啊，你人搬咧人曬厝咪厝嘅啫，人祖先係大邊個啫。แล้วอันนั้นก็มือเลยว่าลังบอกลูกกระจายว่าลังอะไรตัวอุยา surrounding area ปุ่นสิบุกงเนี่ยโหอะไรลังแต่ลังเกี่ยวเนี่ยลาซ้ำอ่ะbecause เนี่ยบ้าว่าลังชูเลยอุจะเลยลังเกี่ยวกงเนี่ยเกี่ยวกับไอ้燒ลังไอ้ body อ่ะ after see เกี่ยวมีอ่ะcremation cremation เขาเป็นว่าลังชูเป็นอุเก่งเสียนี่ล่ะอุจะเกี่ยวสิ燒จะเลย唔嘅啦so after 在下嚟我媽媽咩搬厝咯。แล้วลองต่อที่นี่นอนนี้ปุ่นอ่ะต่อไปนอนสันต่อเป็นอู我前年了我7月半年了我人搬厝了咩搬了特別你啲合你八啲生你大嘅นอนสันนี้特別你大下一間厝กัน啊大差唔多1年啦然後你師傅講誒你咩搬厝 before 7月半嗰陣 after 7月半搞你冇搬厝咧嗬有代誌 happen 到你 family 所以我嘛聽我嘛搬咯所以我嘛搬特別我嘛有 follow up 嗰間厝就最大的 next owner 的 new owner 就最大嘛你話隻 new owner 本就幾零啊大攞硬波伊波是大把多嘅已經大把多然後我嘛每日幾百厝邊啊每日安怎嘢叫 new couple new tenant 大有咪數然後咧我neighbor 講嘛講下日子啊7月半下時啊伊波啊 miscarriage 掉間厝喲 baby 大間厝 miscarriage 掉你人本搬厝然後嚟新tenant嚟本搬厝 so up to now 下間厝本是有坑嘅到當年本是坑掉miscarriage 係咩 miscarriage 是已經落去乜㗎啦㗎啦去嚇都搞當年嘛講啊依個啊燒啊依即個啊伊人唔是成個人長人個阿嬤即係入去伊個咧對伊人燒 open burning 嘅open air 係Hollywood 嘅รู้จัก我把燒啦 open air burning 嘅Isa ano ko may lang Malaysia barbecue 而家臭味嘅，我甲你講，你看伊成功啊，翹起來成個蝦呢。美國人講翹蝦味嗬。對唔對？人講蝦味味啊，唔是蝦味啊，翹蝦味，蝦味是一個福建嘅叫 friend， 翹蝦味是人講人東槍嘅事啊。你見咱細漢時咁樣做呢嘛？你見人嘅手係翹起來。對，我帶你看到，你未看到啊？對誒。
嚇，你是橋入邊咯，你哦，了有幾了，你是你細漢經驗，我唔捌講嘅另外誒，哦，你講嘅一個物件啦，嗬，但係福建講嘅時候，是。嚇，我頂擺我係媽嘅厝啊，嗬，本是安尼款 something 安尼款嘅問題嘅啫，我係媽是衰人嘅厝嘅。那時候，伊是老人會跋倒咧，了伊袂行咧嘛，了伊是困咧門床安尼款，了我有請一個印尼婆來教伊咯，了教伊吼，了伊轉嘅時啊，伊迄個西講啊、念經啊、念無夠啊，所以伊會超多嘛。按照你西講，伊把所謂嘅時啊，伊會西講念經，嚇，伊西講念經。印尼港人把所謂。無，我媽把所謂嘅事，伊西講來念經嘅時啊，念無夠咯。我想啊，伊嘅迄個靈魂啊，伊成無走個了，安尼款到就。了第七日嘅時啊，因為是衰厝嘅嘛，所以常常要扣個了，伊厝好幸福人就對啊嘛。了第七日我去扣嘅時候，迄間厝啦，有我媽嘅味，真正重嘅迄個老人嘅hand啊，你知老人味啊，真正重，是我媽嘅味啊，真正清楚 ，because 我媽有抹不大嘅嘛。了伊不大嘅味，真正重哦。了到馬路啊，迄間厝啊，水袂出嘅。水袂出。講金配咗。金配嚇。嚇，那迄間厝哦，還茫搬入去吼，大啊無超過2個月爾就搬出來啊。你感覺係大啲未？嚇對，我媽啊，無管你是長人、齡人，還是犯人吼，入去不是2個月就出來，入去2個月就出來啊。所以迄間厝吼無像啊袂大久嘅咯。你無成日叫西講去駕車嘅是咩啊？唔知哦。有陣時啊，吼，人忘記安尼款啲菜講應該是我媽，但邊陣時講入去唔是我媽，是別個國家鬼，國家惡嘅鬼嚟講係我好啊，還是人唔是吹麻煩啊？你看。有當時一鬼啊，別隻鬼啦，樣啊，做路，成個講對路，對路來講有意思，咪加上你媽係現啊，啥物嘢？伊會使一種嚟線路講是你媽。對。你袂使買去食嘅好啦，係啊。對哦。廣州去耍啊。所以有嚟吼，成日有嚟厝啊，垃圾就是因為吼，迄個物件人買走去數咯啫。成日那麼伊講嘅福建講嘅，伊嘅迄個做生意了都買走嘛，了你按做請伊嘛買走，所以較衰嘅人就帶入去嘅那款咯。我講聽但馬人講嘅咧7日嘅啊，做7日嘅啊，哇！但冇相信你做7日嘅本啊。咱福建人是做7啊，49日啊。但你7冇做啦，但你7冇做誒。但7有做，特別7嘅點聲是嗰啲對來 for the 尾刀嚟看嘅。7是尾刀。because 我記得我講句講我媽死嘅時，伊啲大嘅時候，伊有一隻迄個貝鴨，唔是貝鴨，你moth飛蛾啊，飛蛾。moth 飛就去伊，我會記得 ，because 我細漢我未曉嘛，還是我唔過會呢咋。你我看到兩個時，你看你馬路鐵拖啦，掂入去對唔對？對，未使看啊。掂入去，你我看。我只是行嘅嘛，還是說我看到人點頭時，我就看到一隻迄個毛飛入去伊個坑裡，你知？你我本冇去想啦，特別我是想，隻毛飛我想到你看，然後做7日嘅時候，我媽做7日嘅時候，往到啲厝念經哦，然後我一隻毛飛入來喎，到啲一邊，我唔知是拄好係什麼啦，特別我看到毛飛時，我就講我媽講，阿媽對來啊，你看。對誒喎，John 啊，像咱人死啊，我唔知講其他listener有注意到即個物件吼，像咱人死嘅時啊，較濟無理說啦，樣地 before 介日出線時嘛是有念經念幾暝咯吼。
通常迄阵暝啦吼，拢是会看到即个毛对来，会飛嚇。哦，我有注意本，喺呢本咁貴，但是看到 dragonfly 啊、butterfly 啊，哦，特別飛蛾較濟，飛蛾是較濟。飛蛾較濟。哦，就我看到臭菇真濟。你知啊？英國獎，你若是冇英國獎啊，伊就甲你講啊。moth 啦 ，butterfly 係咪樣是食咧花嘅物件咧？伊 nectar 啊。moth 是食是基因嘅organic matter，that's why 啊。國產啊是多啊，伊 moth 就叫錢啊，是 moth。對，我冇聽過。tapi啊，人嘅禮數啊，個做多寶。會點聲 ，even 我人入教所啊，我人成日對伊等人嘅款啊，佢會咩點聲 ，after 念經下面啦嘛，佢咩糖啊，每個了都袂使數，後咧人會對來，了伊人係，古早啦，我媽會點聲，我媽講啊，伊人夾米粉啊。三去塗骹有對，看伊骹印吼是哦吼，清子。骹印的，你會看到有時你看到骹印，了伊若是暑假，蝦米物件，甲我媽講啊，伊一個親戚伊做阿片呀，所以係阿片的擺蝦米啊，係去到頂個位啊。媽早去看伊個擺嘛，邊是 other side 了。哦，這是對來。啊。來看伊familiar 嘅物件係咪啊？係我哋 last time 啊。你三款你有人做過哦？有啊，我聽。有啊，即個誒。係咪嚟？三款都可卡啊，啦看有人做過。有卡呢啦。我係嚟馬死嘅時候，人有做咯。我嚟馬死嘅時候，人覺得。你馬無上嘅啊？無想定，但係我講佢哋是外馬係，我嚟馬死嘅時候，人家了是別入去房間嗰度，家啦別入去房間，三款啊別入去房間嗬，冚開冚家了嗰度，了點先教我嗬，先要讓細講我教我講幾點咪對嚟嘛，所以 after 係點先過啊嘛，家了行出來看嗬，是無熱嘅，誒款嘅咧是無熱嘅嗬，了上講可能要對嚟啊，嗰時安怎，可能本無對嚟，嗰時安怎。本咪去上我哋坐啊，攞到過去啊嘛，本咪講下家己樣，嗰時安怎啦？แล้ว過一個月嘅時候，去米紅啊，後尾有隻大大嘅米紅啊，廿米嘅煮飯嘅時候，裏面有手隻了有糊嘅。你米紅裏面有手隻嗬，咧你手隻嗬有迄個金紙嘅糊呢，我真心呢。特別伊要行嘅米紅，伊是唔是特別要打掉迄個粉浪係？就是奇怪嘅是講，嚇，就是講奇怪，伊可能講。Maybe skate 掉過，skate 掉。特別我特別聽過有人講人這個了幾個人啊，人行路啊，無搭好卡嘅，人是像 floating 安尼行行過。啊，是啊 floating，你特別平啊，咁佢兩個家做啊，即係你唔是講特別要做嘅嘛。啊，都係寫先啊，日本驚你就寫。寫，係。我是講是咁背肯平人家做啊物件。你唔會細講叫你做，你唔敢做咩？你咪係啦。細講叫你做，你咪少做。我俾每叫即係嘅報紙嚟講。啊，嘅報紙。啊。嘅報紙OK，我 start from 我講無呢行人嘅物件先啦。好笑嘅啦，唔是即係鬼嘅。我係 grandfather 伊過身了，我人嘛cremate 伊咯，我嘛燒咯。伊燒了，我人綁帶rawang 一個我係講我綁帶rawang 一個佛廟咯，叫做金獨山咯。OK， so 我人特年去拜咧，特別伊古早伊古地嘅時，只係屬個隻紅菇嘅嘛，所以我人去拜咯。我去拜嘅時，我人就拜人菇，我唔會使嚇，咁時啊。
所以我人去拜紅姑了，拜了，我人拜了就拜到去丙咯，拜到去丙了，我人就多話口等咯，等了差唔多了，去撥杯啊 OK 了，我人就去橋咯，橋的時候我橋幾嘢，我就看咧紅姑，做咩事啊？紅姑出去飲嘅款呢，出去食嘅款呢。我就奇怪了，哈，有一條我就叫我媽來看咯，是唔是那個出去食嘅款？伊就講是咯。伊變咗青兒，喂買變咗青兒，喂個嘅時喂個所講以嚟，然後後尾話橋了，到話口嗰時聽到那邊有那個有唔嘅走嚟走去嘅聲就知哦，所以我就去看，哎呀是鳥出來走嚟，哎呦嚇死！假啊，鳥出嚟啊，是咯，呢個頭隻咯，特別 because 我人會小事是因為我會講哦 ，after 伊歸先歸後啦，我就迄款冇刺激嘅物件啦。所以我會講歸先歸後啦，伊頭一年就是咧，伊7月半就是我去拜嘅嘛。所以我7月半去拜嘅時候 ，before the day before，唔 2 days before，我所做棒。然後我做棒了，我會講。我講到請個貴先姑水水嘅款，然後伊就甲我講，伊甲我講，我食白骨地。哦，你講福建話啊？伊是講潮州話，但比較福建腔嘅潮州話咯。所以講我係食白骨地，然後迄時我顧較感動啦，伊是甲我講，哦，你阿兜來安怎，你暑假啦，你because 伊知我安怎嘛，所以伊講你第一要緊是你買後悔你行過路咯，所以迄時我真感動咯，特別伊第尾一句是講我係食白骨地咯，然後我迄時我 university 了差唔多18歲到20歲嗰款咯，好大漢了。所以第二早起我就甲我father講，我father講 OK， 伊去買咯。然後你佛廟，因為是佛廟嘛，如果袂使食粗嘅。but 我father就煮齋嘅咯，齋白骨嘢一條咯。你第二名，你講對，你唔白叫白骨蛋啦，我食死白骨。tapi since then 啦 ，every year 啦 ，for at least 3 or 4 years 嘅話啦 ，every year 我 family 咧。但掉一件忘掉誒 ，so from 我歸後就是我 father 伊度伊係食福建茶。哇！你講到我拍袂到，真正。Then after that 我係小弟，然後後尾有一道哦。你小弟 order 未？教你小弟 order。福建麵。然後แล้วที่你無夠好笑個，第一好笑有一年哦，我人加了幫，我 family 加了人無幫掉你知哦，所以我就奇怪咯，我就講伊可能做善了啦，伊就無愛食了啦，所以我人 normal 咯煮芥菜過去，然後去擺咯，去擺了哦，過後擺了橋了，然後都薄配冇薄掉知哦，按咗薄配哦，本是我薄杯按咗薄袂掉成杯，所以我就刺激咯，我就問咯，喊人做咩事？有人有幫掉，然後我uncle就走過來，伊就講，哎呀死咯，我迄幾日我幫掉，我上久是女人幫了，我無甲女人講。真無通食物件，無通食咯。然後我講迄時，佢講愛食，佢較奇怪嘅物件，伊講愛上海年糕啊。哎喲，計上海嘅地龜。哦，所以伊是鹹嘅，所以上海嘅年糕哦，伊是。一地啊，那個迄款 Korean 嘅迄個年糕嘅款呢，然後人家來煮鹽嘅那款所以我發到尾做我嘅uncle幾嘢，然後幾後咧，我發到就去拜咯，伊就教我講咯安尼款啦，我媽就去類神主牌啊，去邊去拜互你食咯，然後我爸一拜幾後咧，伊
8隻到聖杯度馬上到講 OK 啦，OK 啦，橋啦，然後行到走咯，然後第二節到拜咯。我未你看阿吉布茲，你講你聖杯啊，我唔是拜人講人啊，唔是拜無拜佛教，我是Christian啊，這樣都係。你聖杯啊，你去拜你講啊嚇，你聖杯是你要拜做聖杯啊，你是為蝦米物件？你 OK 你滿意哦，你 OK 哦 ，satisfy 你講了。食飽未啊？你看咯。แล้วมือครับ聖杯是看只要酒包呢。是咯，我人是嘅 ，because 伊是佛教廟嘛，人無迄個 actual 迄個牙叉做嘅杯嘛，所以牙大利鏡。頭牙大利鏡都係裏面掛咯。未使係佛教冇嘅，其實是。佛教其實是冇嘅，是 Taoist 嘛都有嘅。特別好，特別拜嘛是用大利鏡呢，跟阿拜人講到用嚟先背嘅嘛。嗰我嚟媽嚟講唔是接教嘅嘛，所以我冇接教，特別我那是校下面了，我嘛煮下面了，和我爸用香拜下面啊，了我人單啊個是點正嘅呢，了我人家己啊，我嘛是有捌拔杯嘅。แล้ว我冇拔杯，我拔杯。杯是按怎拔？我未曉咯，即聖杯是攞嚟開起來啊？你對攞驚嘛，翹起來嘛，你拔刀嘅時都看啦。伊講話，按即是誰聖嘅？所以一嚟講一嚟花是聖杯咯，然後攞嚟花係是攞嚟講都唔是咯。你叫咩？超杯。超杯嘅是冇杯啦。對。內講嘅是聖杯。冇攞嚟講攞嚟花就唔是就冇杯咯。即係講即係花嚇，按照攞嚟花。即係講花。攞嚟搭呢嘛，就攞嚟搭呢上邊都是 disagree，然後即係講即係花就是 agree。所以你俾聖杯嚟講，你就俾即係講即係花。對。對。你會記，咁配，你會記咧？咱記咧，即係食暗嘅呀。我再講佢哋暗嘅事啊！黃嘢，你見落嘅，真係會記，你日日落後，你個係呢邊都未看，是唔是你會簽埋事？會記。然後係 video 唔知真得落去啊 video。除咗對哦，唔使嗰個調。我去有時叫博杯嘛，有乜就唔賺得杯，人佢叫我掂，我就唔賺得掂本啊。你佢叫我試白大你嘅杯，你佢叫我代你查啊嘛，係三張櫃紙代你。掉。要知咧，我用嘅時我去向我嗰個調嘅 video。OK，咧就會講，你 OK，so 你每看你 OK 啦，講只把杯有滿意哦，然後咧看伊講 yes or no 啦，係對。OK。我甲你講啊，你拜一個啊，成日拜阿公阿媽阿咪安尼款嘅啦。你若是講拜伊嘅時啊，你無拜着伊未死是屬家食嘅物件，吼，你是永遠拔袂着杯嘅，甲你講。another thing 我會講because 我是我阿公嘅 favorite 嘛，所以我按做拔我 usually 我按做拔本是拔掉聖杯嘅。特別我 family 伊人無相信你，你知哦。所以大擺我去拔講，我抽時我家己亂拔。你特別晒人啦。特別只刺激就是我按做拔啦，我 for example 伊人講我無相信，我對去拔3刀、拔5刀、拔7刀本好，本是聖杯嘅。有路啊，是咯。YouTube 我開始甲你講呢，見食物件，成個話呢不到就見食。我講一隻歌數啊，我甲你講。我看你講只煮嘅，我看你講。你是講是唔是正玩真正一搞拍戲就搞佚佗嘅呢嚇？我係講啊，我聽我嘅 father 講啦，that means 迄代咧，我係講到真正嚴嘅。所以教我即代嘅時，我係講到真正含妙嘅。我古早細漢我只教bully我係講嘅。就會了還是？我做bully啦，我細漢我迄時3、4歲款啦，我教我講伊，你知我教我講伊了。
我夾唔得啊，我雞佢成副夾得白白แล้วไอ้ father 走過嚟嘈啊哦，以為 father 咩話，我講嚟講唔要緊可以依家切頭，依家切頭啊，哦，你要嘅出面嘅咯。Because was he the only tapo at that time was he the only I was the only tapo 算解大嘛。我估一個 cousin 會是tapo啦，但係伊大外口嘛，所以 I'm the only tapo 算解大咯。出面啊。一個等陣阿健冇啊林咧林幾個數？安怎？林你幾個數？我無咪幾個數啊，因為我淨驚鬼啊。林，我講咧公司嘅卡巴。你個知啊？你知啊？嚟講。都掂掂啊！嚟講。呢公司多得嚟。呢公司多得嚟。你公司就掉啦，你講咧公司 before renovate 意思你卡巴嘅。哦，特別我唔知，我唔敢聽啊！講嘅事我走嘅。嚟講。毛菇人哋丟啫。我是聽你叫你哪會解講過啦，對，因為人講名嘛，了伊是有甲我講過，特名本拄着嘅，了拄甲成嘅。哦，食啊！食阿確啊！成家咁配嘅，你好多咁唔是咁配，成家係你青子嘅，即係夾咪是。哦，青子啊，你講嘅定住我驚。定住你講嘅你夾地址刀看到呀，我驚。伊對來嚇，伊講你上個你人對來。驚我驚，係你食咩？食唔是食香。你講啊正真嘞，我說人驚人太驚你。少。Because 你表未出來你嘅，伊告訴就好，我不當要頭睇我做鬼告訴事啊，寫鬼告訴事。會唔會話？咪管你，伊咪聽，所以冇通寫。好啦 ，maybe I see 是都係聽咯。阿 John， 衝地嚟過嚟啊！你冇影嘛 ？John 講下，伊12個要出錢伊要 book 嗎？我12個我計講，我叫伊來賣尺嘛，伊係俾佢啦，伊使簽名可能。叫你來嘛，但伊唔愛你來，講我要 event。有來冇？關你，你咪講。我12。哦，咁配咪安尼 crush 啦。伊講以後，伊特擺伊本無出現嘅停止，我甲你講。我特擺往邊兩個 gathering 叫以後，伊本無出現嘅。伊交記。叫伊嗬，伊斗講要 event 啦，伊無影啦，我並都隨我啦。生意做大了嘛。特別我講聽，伊到時人來時候，咱要聽。為我較濟來講，後人把隻伊個啥何時來？一時件解講啦，我做咩事都冇來。我有叫伊，迄陣時我有甲伊講。伊講哎呦神咯，伊講哎呦我唔知有影哦，我看啦。伊個啥何時啊？嚇，所以看啊就是。你甲我講啦，我叫講你睇未尺嘛，叫來咯，睇未尺咪來咯。OK 啦，咱咪講嘢，咪講芒果八隻龜，咪講一隻。了是。แล้วโอเคก็別人啊，咁配。我講了，係嘛？哦，你媽對。我小氣啊。你林。我家己有看過一擺。喲。應該Gurney Plaza 係咪Gurney 暫時 Gurney Tut baru Gurney Platut Gurney Platut lalu Kiho is EPI ali apartment aboi Kiho mà then after that mà hoa chia rồi atam sen cái gì baru hoa chia vô cũ nè baru pass nè then 我就看到紅險寫是有一個人安尼走寫 Superman 咧白去自己關那邊
了伊嘅 speed 咧是比 normal 嘅人安尼擺是真要緊嘅。就 fast forward，你諗嗰陣時 fast forward 咧，真要緊嘅，真要緊嘅。到底得你 building 是辦 building 還是你講到你講到 building？你講到 building，伊baru起了嘅時，暫時是無人嘅。啊 ？Silver tooth 咗？唔是，尊個你plaza 嘅嘢嘅，個你 tooth 嘅嘢嘅。呢度啲係你個你 plaza，哦，但係你 tooth hotel 嘅係你一間啊？唔是。apartment 嚟。tooth hotel 是 the other side of Gurney Drive。哦，伊是我個老外個嗰邊嘅。我 Sunrise 嗰邊嘅。哦。對。你有看到你白啊？我食嘅，我嘅。哦，好先。你有看到嘅是，伊是大，伊是成個人嘅 size，還是較大嘅人嘅？人嘅 size 就是成個人嘅 size，你看你伊頭安尼隻緊安尼白起，然後免夾沙，免夾米，安尼款白 building 哦。你看到是安尼，只看到我都無去啊，是安怎你看到？我看到了時，我就咪看了，就或者走啊。哦，我唔知道真係你幾多貴嘅物件。應該是我7歲8歲時掉下了。安怎講啊？暫時我去香港，然香港暫時有一個 case 真係奇怪，就是講伊你 railway station 那邊嘅。然後伊是講你鋪曬入面咯 ，suddenly 伊囡仔佚佗啊，紅險有一個物件會笑嘅。所以我就是因為安尼冇過後我就 start 驚咯。你還是去你就真驚鬼物件啦，你感覺你自己感覺鬼物件係咪啊？你有拉薩到你自己係感覺到鬼嘅物件係咪？好彩是冇啦，到暫時是冇啦。特別之前我聽邊個講聽下了鬼嘅故事，我唔敢聽啊。你 skip 你鬼故事㗎咧？有一集我唔敢聽，有一集嘅事我唔敢聽，去對啦啦，我遲疑有啊咪物件，有啊咪自己嚇自己安尼款啊。今日即係我唔是昨昏我包括看到一個 article 樣 scientifically prove 啊，講佢哋感覺到講成有鬼有邊有人徛條，後尾又徛條嚇，樣 scientifically prove 講你頭腦安怎會 create 佢哋 sensation， 我成日都英國中咯。因為 test 咪就係講你腦到一 portion 會做你 feel 到成個講有鬼嚟啊。因為我嘅腦我只搞 imagination， 我只攞我個記。咱就若是聽鬼故事，你若是到時是就請時落去哦。有啊。OK， 這個話哈。OK。這個話，有我講淡薄嘅 imagination 物件，好你鬼咪驚。慘我安尼我唔敢對面嚟嘅咯。我冇對啦，嚟講做隻大學校，我睡學校嘛。唔係，我唔敢大學校。你在叫但我講你聽啦，都好是 New Year's Eve 啊，這人這車嘛，盲對啊，嚟我嚟學校，我是冇拍算困嘅啦，我是在啲學校去拍曲啊，做節目嘅咯，喺英國中嘅。你是英國中，講唔對，冇白。你來。時候將你英國中入去對哪個？係啦，我諗你嚟我學校做。mega 邊個等我吹看？我到自己都知哦，咁佢我同你講哦。我知啊。我都隻車。對面那邊啊。咩？阿嘟嘟。阿嘟媽，唔知鬼啊！知啊。我唔要緊啦，冇白到做，我做隻看鬼嘛，做隻看，都冇咁留咗啊。嘟阿咪媽。阿嘟媽。
Apa? Oh, okey. Oh, tu Roma. Okey. Anya ko tengah ni. Okay, na go cái này, go就是你福建，福建幾個數 heavy 有看幾個數講過 heavy， 福建嘅 heavy 啊，heavy 冇有呢這個數講嘅，特別我有一個啦，你講，特別這個 happen 這個發生是大我嘅 hometown BM 啊，多數卡嘅，多數卡嘅，還是我本日時限啦，即是我問教我人講嘅啦，伊還是咧少大波多我嘅數目，所以嘛大邊咧我大我阿媽嘅厝嗰度多數卡，所以還阿能夠還 on that time 咧是7月半門，所以7月半再啦話靠嘅咯，人一人拜7月半嘅了嘛，是唔是？所以少嘅物件嘅了，人借嘅了嘅落邊你看你借嚟抓嘅了物件嘛。知少咧，華人殺唔是，我都估。然後我嘛還是冇咪相信這物件咯。還是 before 一掉你水柱上這個 protection 咧。唔是，這是大爺阿媽厝嘅，大邊咧。那冇一直經驗對你 protection 嘅時候，你較相信啊？唔是 protection。冇啦，這是 before 做 protection。那我是講 after protection experience 一個。是 still after 這個 protection experience 冇個相信這物件。所以 OK back to 咧邊咧物件，所以嘛，你講大把多金嘛，所以一暝困咯，我困幾百億啦，我冇真好歲呢，所以我困幾百億嘛，所以一暝哦，伊未困就巴肚人疼，伊巴肚人家疼，上伊驚愛出來安尼就，我嘛開目睭哦，我嘛講別你開目睭時啦，又看到3-4隻龜，頭毛長長的，頭毛深深的。伊衫個啦，穿個啦破破的衫，白色的破破的衫，路邊3-4隻牛的卡，牛的卡就，還是牛緊的卡是咧，我買巴肚真正疼。所以我嘛爭我嘛 resist 咯，爭我，叫人走啦呢咯，你咧冇做了，然後就 next day 咧嘛在咧學，我媽個我係義工咯。義工嚇。因為伊是相信這物件嘛，你帶我媽媽去看人講咯，然後嘛講，人講師傅講咪講我嘛，伊出去外口其實啊，伊搭了垃圾嘛。立到你拜。咪講我嘛未必無看頭殼鏡咯，伊立到我咧燒物件個了啊，立到人嘅物件個，所以假日來對厝啊。所以 after that 伊師傅嘛，可以淡薄唔知咪啦，可以寫咪鬼啦。寫咧畫個啦嘛無數咯。你冇相信咯 ？After 你 experience 都冇咩相信過。伊冇相信過，伊 after 個嘅 experience 大，你玻璃心保護個相信。哇！簡單咯。我個7號對嚟未啊？7號對嚟啊嚇！7號你告訴你嚟講嚟。得。我想有幾日嚟個數啦，都我唔知得你。你先頭講啲，講。Hello， 聽到。Hello， 聽到。你講。OK。few months ago，嗰時我是到台灣嗰邊去旅行，然後去一個嗰邊係台北啦，嗰邊然後去下你住一種嘅 hotel 啦。佢就唔知，actually 我人是加一班嘅 group 嘅人去下邊嘅了是安排了去酒店咯，或者間咯。第一慘嘅我是去第4樓，第尾第講嗰下間咯。特別我知佢哋 lobby actually leading up the way all to 佢哋 floor 是真正刺激 ，because 比較古興嘅。Kalau sini juga antik lah itu toteng kalau kau itu sih wooden ni bawa sofa itu. Hari kau ni di apa kau pepe
陣啲我冇感覺係面正啦，特別我過紅險喎，如果接住學表時叫做卡妹啫。哦，國際嚇。卡妹啫。間學表咩名？唔要緊，冇大人聽，唔要緊。冇大人聽。但因為你看名係咩名嘅？都啲嘅學表。喺學表我冇注意 ，because 我未有拍過兩字。哦，我冇使過。你不要睇兩字，特別哦，你意思阿冇話你是講合併學到啦。哦，特別到啲到台北呀，台北啊。台北 outskirt 台北嚟嘅學。哦。呢是專門是成個教師人去做，because 是只舊嘅學校啊。我意思 ，actually 我諗是去過嚟 stop 嘅，就是我諗去過年所以無像就是無像 stop，特別下邊是，我係使講是一種 antique 啦，只 budget 嘅 hotel 啦。哦 ，OK。แล้วเจ๊ช้ำเนี่ย because 依家喺เจ๊樓嗬，依家有เจ๊嚟呢啲。哦。嚟呢度แล้วอาจจะเป็น使用嗰個 emergency door 嘅啊，冇時被找嘅。喲。而家平時一直電視咧，我特別耳淡薄，如果個小機係你告訴佢啊嘛。邊啲學嘅你告訴啊？學校嚟告訴啊？夠計呢，因為我就成功啊！邊啲學嘅幾個數就成功。你可以喺你學生在真正嗰啲咯，嗰啲咩事咯 ？because 佢落嚟連層，頭整咧我是真正大電視機 ，OK？落嚟連層哦，頭整嗰隻嚟 small 嘅，只係 Japanese style room 嗰度。嚇 ？Japanese 因為呢個啲 Japanese tatami room 差唔多。哦。頭整嗰隻連層嘅喺度。哦。那個就層壓咯，暗嘅。都係你如果我諗佢哋辦機時我哋諗做嘛。所以冇用嘅 design 連層啊。喺地下嘅連層是呢隻係 small room 嘅個呢，可能格嗰啲 ，especially for 呢隻嘢啦。So after that 我諗去kitchen to 我講去整嘢咯。整嘢過後時，我嗰時咁緊嘅，如果去整嘢嚟面試哦，一隻嘢就去喺你 bathroom 啊。一隻嘢都關你冷接片，你撞頭。OK，呢是 shower 啦。係 shower room 嚟嚇，你嗰啲唔講如果我自己講啦嘛，對冇？然後我發現到呢有時有淡薄聲到係你，就講係你 wall 啊 ，towards the outside 啊，應該你在下邊是冇房間嘅嗰種。哦，你是冇勁嘅啦。然後有時你整一條，你睇到應該是突。各嘅呢聲。呢角唔是真正大啦，特別是成個拍到頂可能。maybe 是最擺嘅 water pressure 嚟。特別前面啊。你寫頭毛，今日朝時冇吉，就佢咪朝時隻人變到你啲頭整嘅咧。冇啊，到時驚啲啦，特別我如果台灣係大啊，咁樣大係你。要 Buddhism 要但係你開多先啊！開多先係咩？依電台電台แล้ว講嘅呢個銀線就冇咯，對冇？瓷器係咩物件嚟？瓷器係咩？係即出面喺台灣嘅 Buddhist organization 嘅。OK。然後我過樓口等我咯，是。只減嘅人咧冇幫行嘅，所以嗰時出來了，有我咁樣話曬，有我看我 Facebook 嘅，我 online 嘅啦，我翕小影咯，我看嘅房間有淡薄 antique， 有淡薄咯 ，OK， 咁我就在叫雲吞咪叫，因為我是解釋 friend of Facebook 嘅。The moment 我放下你小影嘅時候，雲吞梅我後面嘅仔。Yeah，咩啦咩？咁講goes 啊。Yeah。因為我就係講有嘅。你係講呀？講我笑嘅嗰。哦。啦，嗰個就講即係我都立。
我都咁樣自己because 我暗暝時候，when 我係冚去困嘅時，然後我係喺 corridor leading from 係門是係normally 我真係點解成日簡單嘅？你每你變咗 either left or right 是你 bathroom， 嗰條其實就是你面牆啊嘛。對。然後呢是開嘅時候，可以讀 corridor 位咯。OK。我暗暝嘅時候。有些我咁似是講喺你地晒房間頭前嘅暗暗。嚇。沒有，叫你哋變成嗰陣有人喺困掉啊嘛。所以我個妹你妹咗，因為你妹哦，我哋妹暗暗那個就是向咗我談，向咗我困嘅妹。哎呀，哦 ，OK， 誒。啊，晴子你放那個無秒喺後，我哋聽到咚咚咚啦，是唔是？Sorry. 咁配。我也走啊。要掉起你放。OK。แล้ว我ไม่รู้ว่า想ว่า imagine 你 floor plan 啊แล้วถ้าเราเกี่ยวจะขี่สิให้อีบังกิ้งสิอันจ้าแล้วก็เราจิตมือจะเกี่ยวจะขี่อีตัวชิวเป็นจะเป็นสิใจกิ้งอ๋อรู้ดิOK 嚟อีมือ嚟 OK แล้ว on your 你 left side 你ตัวชิวเป็นสิ係你อันก็講係你 bathroom 咯 OK แล้ว你頭前是攞嚟面層咯 separate 咯面層咯 OK 攞嚟講แล้ว on further down但是你見啲面層頭前是都是有係你電視機啊嘛，啲面層是向得一位，啲面層是向咧，你見這個是面層到正手邊，還是倒手邊？面層是大正手邊。OK，你倒手邊是電視機啊？對，電視機咧，電視機有另外一個房間，細細嘢成啊，呢是一個 triangle shape，你看即就啲 on the corner of 係你房間。OK。然後一個榻榻米，然後就有一個面層到那邊咯，隔咗啲時大人愛大啦，特別我冇錯困。係，所以你是行過電視機啊？一個入門去係榻榻米 room 還是 before 去電視機是這？before 電視機係面層。你面層是我在你面層是大間對面咧，入面是。有，你見多手邊是在間了，是在多手邊間啦，是就是咧榻榻米 room 嘅 entrance，正手邊就是你面層，一多手邊電視機了個你個面層，係啦。對。OK，所以榻榻米 room 是向外邊嘅咯，特別是向外邊嘅。向外邊了向 exactly 我嘅面層。你向了看有窗啊邊哦。呢下都有窗啊邊。榻榻米 room 有窗啊啦，但係你看是看榻榻米 room 有啊。咪奇啊！你冇成日講看到有人坐起來上面一度啲房間。就是我見嗰啲以前講我困時啦，是講我感覺下面個天嗰啲應該是喺度緊時啊，我感覺。After 呢個禮拜我是點樣講啊？有 flu。你自己真係驚到。夠嗰啲嘢啦，我咧會是講，個這本是人會 automatically 變成一部詞嘅啦，我感覺。係啦。我咪即係嘅報紙報紙。報紙你講咪鬼嘢驚講，但係你講趣味嘅，你講啊。驚呀！我係講一個我自己親身嘅經驗啦。我迄時我 from KL 我去 BM 去找一個朋友咯。OK，so 去一本好衰嘅啦。我甲我幾兩個 friend 去 BM 嘅時，我是坐 train 去嘅。所以坐 train 嘅時哦，火車對。所以我是坐 train 哦。我人 first one key train 嘅時候，所以我頭一朋友 A 呢度多頭前咯，然後 B 度多中，然後我第尾咯，所以行去回車嘅時候，我人一 key 嘅時，在你嘣一聲，我 B 所碰機去哦，然後我人看者哦，一撥落迄個坑啊，所以回車甲迄個。get me 啊！伊個 friend 頭一個 first one A， 那 Mr A 橋到啲頭前誒，然後 Mr B 嚟嘅，冇拔多路誒咧 between the platform 加伊火車嘅 gap 位啊！對，
แล้ว after that ว่าเราโลโพเต้แล้วว่าเราโลโพเต้的时候ว่า迄个 B 啊，你落波底，你就冇插邊啊，就落波啊！冇啦 after ว่าเรา回去來了去到邊咧แล้ว我就โลโพเต้咯所以โลโพ我問你，一期佛多落去是幾人落去，是干那卡一隻落去呢？呢？幾隻卡落去啊，插落去你看位啊？上啊，特別迄時只好水咯，往起的時，所以頭at the start 就是伊帶火車喺邊度嚟拔刀咯，แล้ว起到破地我人阿妹的時，伊個拔刀啊，伊個拔刀แล้ว伊指條卡，所以到尾我 friend 在我人去伊厝嘛，所以我人去 from 破地去 BM 咯，都去 on the way 去的時哦，所以我人經過一個UG bar。所以我friend 話車 so from 破地去 BM 然後經過 UG bar shortcut 過去厝咯。破地是北海邊嘅，破地 Georgetown 邊。哦 ，Georgetown OK。所以我人落架 Georgetown 咧，我 friend 在嘛。所以我人經過 UG bar 嘅時候，所以本地是無事嘅，所以我 friend 純粹人話車咯，車頭頂有5千人咯，到5千人，所以我跟我啲朋友坐到後尾，แล้วกู一個朋友坐到頭前，แล้วกู一個朋友滑車咯。所以頭前迄個朋友咧，伊是第二個人嚟。5千人啊！你5千人後尾，你個你朋友坐到啲，哦，你個兩個朋友坐到啲後尾。坐到後尾位，แล้ว頭前一個滑車，แล้วกู一個是 from Perak 嚟，伊本坐咯。所以迄 Perak 嚟迄個哦是一點。我人同人講白母啊！我係看幾個嚇？冇白目啊，等賣啊！等賣係咩做？就是講佢講話正跌安尼款嘅咯。哦，安尼款嘅。正阿莫跌。所以人行過迄個油脂巴的時候講，誒，總是邊一條路安尼暗嘅，一直講了哦。我suddenly 哦，伊邊啊哦，suddenly keyboard 起昏啊。started to fog up 啊！伊會驚，就會一隻無去啊，伊驚。唔是，外口 start key fog 你知哦。So on normal circumstance I mean 你平常時你是當然是正 normal 嘅物件嘛。特別伊安尼款嘅情形，一直講呢，伊就 start key 了。So แล้ว我頭前迄個滑車朋友哦，伊上年轉過來講，誒。即條路那個路行路那個路無識嘅款你知哦。然後我就想講，哎呦死啊！我係咪啊？浪到磨線了，拄到磨線了。磨線。磨線。哦。磨線是頭空嘅人啊，磨線。磨線就是講迄款鬼啊路拄到啊路滑車亂做行，亂做行，你本行未夠嘅咯。螺線叫做磨線啊 ，I think is 磨線啊。磨線 ，OK， 我是叫螺線。螺線應該是螺線啦，螺幾耐螺線啊？磨線是幾撈的。是唔是？你唱嘅螺線咧是做你烹件嚇呀？對，那個唔知冚人，那個是日本留意講唱到螺線了，就幫多落比幫酒嘅啊！了。So anyway，แล้วว่า人三天食尾嘛，所以中迄天咯是看會到嘅。แล้ว講我，伊放一起了，唔是，拔刀落頭一天，唔是 A 是拔刀頭殼是 B 嘛，所以 A 咯 A 這種嘛個山嘛，我人落天個背嘛，所以A 度講伊實看到哦。一邊啊，那個有人徛咧，我反正就係。到底嗰邊啊？外邊行路邊那個有人徛咧，我反咯。所以我就 start panic 了咯。我 still drive 掉啦 ，still 行掉車。drive 掉過叫行掉車過。都 start panic 了。vibrate 上哇。嚟。So anyway。แล้ว我人就 start panic แล้ว咯 start panic แล้ว A กู start 流白油在哦冇啲流白油แล้ว after that 就suddenly 我話邊啊嚟一點嘢冇講話直接考啊
伊就是流白油咯，伊無烤，伊無下面，伊就是點點咁樣咯，流白油，咁樣流，แล้วของแคมป์ปี啊嚟一頂摩托，我人 right hand side 邊嚟一頂摩托，所以迄頂摩托我就看伊後尾，伊那個後尾有人照都知哦。迄頂摩托我看無到伊人嘅面，看無到下面是看到伊人安尼看掉，然後看到後尾有人照咯，所以我就暗心者咯，我想講後尾有頂車，所以伊照了摩托，所以 that's why I mean 伊這裡唔是lost road 嚟啦，我咪行所以我咪行咯，行了我。迄個摩托山裡衝就知，所以大人入頭前，那個斜路都反啦。แล้วอีคิดว่าหลัง頭前แล้วว่า就 turn around when ว่า turn around 嘅時候ว่า就看後尾看無車喎我看無車就知喎แล้วว่า轉到對來嘅時候迄個摩托就 start speed up แล้ว伊就 start 走較快了伊 start 走較快我朋友就順便 speed up 咯對了伊咯特別我 friend 伊安怎看本對袂到伊知哦頭前是摩托 normal 嘅摩托迄款老爺摩托嘅款哦特別我 friend 看到 Vira 安怎對袂到哦所以特別所以我人對落山下แล้ว哦就看到頭前那個有關嘅款有厝嘅款咯所以我人是看到有關有厝哦迄個摩托 speed up 我人看袂到咯So the next few minutes 我就看到厝了，所以就進條路了咯。แล้ว on the way 去我 friend 嘅厝嘅時候，我經過一個按怎講啊，一個 oxidation pond 啊，一個曬地啊。經過一個曬地，所以經過曬地嘅時候，伊有一個 banner 嘛，所以我看到那個有一群人徛了，佢個 banner 嘅隔壁就知哦。無人看到，是我一群人看到爾。แล้ว到尾我 friend 嚟厝嘅時候，伊就甲我講其實伊迄個油脂巴後尾是磅嚟。哦，就是甲講 A 甲你講啊？無，但係傳車伊傾啦，伊甲我講其實迄個油脂巴後尾是磅嚟。แล้ว我到當今啦，到今節啦是小心講咧，迄個環摩托嘅咧是土地公還是關你媽坐落咯。我嗰時候關你媽坐摩托拜，關你媽坐摩托拜。我人去，迄隻 Apple 嚟時，我人去迄個古簡單迄邊迄個即係咪18年，迄個關你媽廟去拜嘛。所以人上次講是關你媽坐上人嚟環摩托坐人出咯。觀念頂嘅啊！你講到去拜下邊啊，伊報表人去派人話人出啦。是咯是。我呢，因為上個講的話你experience 啊。Rally 嘅咯。Daylight rally 啦，我之前做工點我人 rally，daylight rally 是點半暝會發啦，然後招車去咧Bummer Estate until。點，so 我特擺 sponsor 他 cover 嘅嘛，所以我過去呀位入去嘅Bummer Estate 啦，冇路咗，特別伊去看車咧 driver 講，伊個 wing mirror 會看到開成車對我人，特別 rear view mirror 冇半行。你甲我講，我變去後尾看無半行，我驚我魔鬼藏起來，我驚我落水出來隻就是念經啊，念經，我寫落水了嘛，我人跪啊，有一個牌嘿，古堡。我人看咧古堡啊，我人會在路咧會出了。個好彩啊！你看到你貴是成個人來做就好，你反正貴啦喂。伊成個有車後尾車會後尾做啦。伊係來 keeping mirror 會看到，但係 rear view mirror 無半行暗嘅。哦。想咯，成績。乖啊！我
家做工招销啊，安尼几个故事钱啊，我大摆掉个咧，我冇几长嘅。你讲看，你个想到未？大妈你看到你？我做工嘅時會驚 ，because 你常常企喺地位嘛，做工嘅時。有誒我上即我唔敢，我咪講，我講咧我上去啊，未免苦。唔講，咱個耐 episode 噶嘛，咱個講笑喺度別嘢。我閃咧，我家己一人大起樓梯啊，蹦蹦啊。你拍電話，我講啦，我講。講。我估一擺咧，我是帶我哋 online 嘅朋友啦，一個 forum 嘅朋友，隔了去 camp 咯，所以我哋做一個那個古早中國嘅話嚟 camp 嘅話呐，所以去瓜拉斯蘭我咯。OK， 所以我哋帶人去瓜拉斯蘭我，แล้ว我哋古早瓜拉斯蘭我係錄在迄個Malaysian Nature Society 嘅 camp 哦，伊古早話口一個土地公嘅，知哦。所以我人去嘅時候，一人土地公嘅迄個廟我所搬去啊，所以我人唔知安怎，所以我人在邊啊安怎拜咯。OK， 所以邊啊拜哦，所以有兩個 incident。頭一 incident 我人 as usual 我人做我人嘅 games 啊，icebreaker 啊，開物件แล้ว過後，แล้ว阿妹就是我人做 barbecue 咯。所以做 barbecue 做緊一半嘅時候，頭suddenly哦，紅險一間 camp member 啦。醫生呢我搏多冇事就係哦。伊唔是流西喎，伊是講我搏多那個有烘嘅話，安怎伊點拗。所以安怎本好啊？伊拗伊那個搏多有烘有下面嘅話，แล้ว所以我哋遲疑咯，แล้วกู表見咯，แล้ว一間我กันแล้ว哦，迄時哦，一間我camp member 就嚟咗咯，本見神法咯，一間就講看到樹棧邊啊啦，一個紅邊啊，那個骨頭邊邊嘅物件啦，แล้ว一間就講哦，伊聽到那個有幾個講話講條走啊，那塊物件嘛。So 我就冇我 I mean I'm pretty much atheist 啦，但係我對這塊物件我半塊 sensitive 啦，所以我就講冇啦。I mean 我是 very practical about it 啦，所以我就講冇啦。但係我我一間朋友我就講，驚我哋去吹土地公，去拜拜啫，報備啫。伊係迄個 committee member，人就送伊去 hospital 咯，所以人去拜咯，所以人走，吹甲伊搬甲伊迄個瓜拉斯蘭我迄個town 那邊就係哦，所以人去吹掉了，人去拜咯，去拜夾一個小雞，人去拜去撥杯，我一撥杯了呢，夾到聖杯呢，電話來了，電話卡來講 hospital， 人講哦，伊無事了，可以過節咩？第度出了。哦。แล้ว舊杯有伊人甲我講哦。伊迄時伊人直接 hospital 啦，伊直接迄個 hospital 哦，迄個 doctor 聽講伊安尼款嘅情形過後哦，伊頭一個哦，伊 doctor 問伊哦，哦，跟佢來說很對啊。Yeah。所以 that means 唔是我人頭一 group 咯，是常常發生嘅物件咯。แล้ว迄時我人估唔知死都知哦，我人估唔知死，迄一名我人 plan 嚇。已經 already suspected 啦，kena hantu 啦。是咯。So 迄時我估唔知死都知哦，阿妹哦 ，because 我迄時我有準備了誒，所以我迄時我阿妹有準備有 game 先誒，所以我知有安尼塊物件，我都甲人講 ，OK， 你人啊伊咧會使，我迄時我準備我夾一部嘅機回來，所以 OK， 大家人一人夾一地機，人伊嘅時人清了就無事咯。哦。所以我 start 伊嘅時候，我佫驚就知，我想到那個有物件在外口等了我人嘅款知哦。所以人 start 驚 ，because 我人半暝伊一個 game 我故是淡薄那個 haunted house 那款嘅鬼厝嘅那款嘅迄個 game 來知哦。所以驚，所以迄邊有一個搬獨安款嘛，所以人坐了搬獨位咯，我甲我 friend 坐了搬獨位。我甲我 friend 坐了搬獨位嘅時候，suddenly 哦，都看到灰哦來一個鬼啊，所以那個 firefly 那款啊，firefly 那飛掉來，飛到我頭頂，แล้ว我係 feel 到我隔壁我朋友哦，伊 suddenly 伊無穿褲仔哦，
一條車架都知哦。啊。So because 你條知哦，伊迄個 set up 哦，伊迄個 camp 嘅位哦，是根本無可能有 firefly 入來嘅。Because firefly 是住迄個river 嘅邊啊，馬路有嘅嘛。So 我 friend 就嚇個半命，伊就看到啦，伊就驚個半死，我看到我反而我那個安心真濟，你知無？所以我是相信講，伊土地公咧，伊派物件無，伊家己來in the form of firefly 來看我人安怎來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平安咯。我問你是特擺去，是 before 伊搬時，我們是有去拜嘅土地公嘅嗬。無 ，because 即擺是做物件嘛，做 event 嘛，古早我人是去邊困嘅嘛。所以我人，所以即擺是頭一擺我人阿妹做 event 做物件嘅，所以我人咪會去拜咯。啊無古早係平時我都是無去拜嘅嘛。我古早我常去瓜拉斯蘭，因為我帶 student 去邊去做 camp 嗰啲物件嘛。แล้ว another thing 反而哦，有人講係咪啊？人蝦死人啦。反而哦，我迄個 camp member 一人看到有類物件，一人反而家己驚個半死 ，actually 是人做嘅。所以我有一個朋友，伊無小心，因為我人舉迄個那個 lantern 的話呐，lantern 我人舉 lantern 來那個來做迄個 atmosphere 啦。所以我 friend 舉 lantern 我舉無小心啊。吊燈啊，吊繩啊！吊燈，那個我人背過10個迄個咯。所以吊燈 traditional 就抓了 Q 嘅成 accordion 嘅係咪啊？啊，對。所以我 friend 做頭一個咧，伊無小心燒掉，伊無小心伊燒起來了。所以然後我原來哦，到尾人 camp member 甲我講我，有時聽人講，哎呦，看到鬼火啊！because 我朋友無小心燒掉迄個物件。然後 after that 哦，佢聽佢較好笑是。因為我甲我朋友坐了半島迄邊嘛，所以我坐了半島，等伊人過後，然後我人馬路出來嘛。然後有啦，所以我人伊人那個一 group 啊，伊人排隊，然後行了過，所以伊人手搭手，然後行了過咯。所以人甲伊講，你袂使看，你袂使讓人看，你看會怕爾咯。所以伊人經過時，有一客人就夾報紙去，唔是我啊，唔是我啦，特別。有一個人夾報紙去落看咯，是了。伊落看哦，然後伊落看了，過咧半島就是看到我都知哦，伊看到我，伊估唔知是蝦米物件，佢啱啊！伊上久哦，有那個一個 dead body 在邊坐了去邊，伊嚇掉哦，伊叫伊頭前嘅迄個迄件搭波嘅迄個衫哦，叫甲伊衫破去咗。叫佢裂啊！是咯，叫佢裂。你坐 camp 人細漢嚟見啊，是大漢啊？because 我人是 forum 嘛，我 forum 咧，我人嚟做那個 camp 嘅話，搞到就18歲咯。哦 ，OK，都唔是見啊。所以那個唔是搞到唔是見啊嚟，我古早搞到本是差唔多 between 18歲到20多歲嘅咯。少年家啦，少年家。啊，少年家嘅了啦，搭波嘅。哦，你無驚咩？後尾去那 game 啊，咪過來十人啊，那咪過來過來咪個頭我驚咯，啱咧。我當今我看這塊面，我感覺啦，我看那塊物件，我咪是看到慣了啊。although 我是 atheist 啦，我無相信那塊物件啦，我那個講相反啊，但是我本是有看到有 experience 到，所以我看了本無奇怪啊。哦，所以你無插啊，你無驚呀？我無驚啦 ，especially 我當見我做 embassy 我黃帽啊嘛，我係領級黃帽，所以我就無驚。有啊咪，聽到人講個別即係近排講咩有領啊咧領牌嚇。啊，領牌對。啊，我你看我冇俾佢偷一個啊。所以講起來啦，我即間厝有物件啦，特別我當見我英國，我英國愛平安，我愛安心，所以我嘅我嘅 name card 啦，我下條對了迄個我嘅房間妹咯。哦，
你當然你大條是你厝還是大啲得咯？當然。我大條一個伊人叫executive hostel 啦，所以伊人夾一個迄個款舊厝啊，那個邊咧迄款老厝等關關咁款嘅啊，所以伊夾來夾出來咯，夾一間厝夾差唔多8間房間，然後這是你做差唔多買了啦，冇啦，我做 embassy 除我是伊人嘅客人啊，冇我是無開物件。阿咪得落去吹對對。that means 除非unless 我是伊國嘅人啦，冇我是無開物件。แล้ว這是你比較做做緊乜事㗎？你大下邊嘅啊？冇，我是家己水，家己用家己鐳海。If 是 embassy from 伊個國嘅車路過來嘅話啦。伊是就包路大包路嘅驚啊讀冊啊嗰啲物件㗎了。少。OK， แล้วเรา試過包場講幾下冇講到過誒？你唔驚？我甲你講一個哈。好，伊講話特別就驚。這是走車嘅啦。這是rally 去。Palm oil estate 嚟啊！我特擺我有對人啦，特別我參加TV 股啦，伊 OB van 啊，我即時estate 啊，你若是冇車就正啊，幸福啦，你未對啦。愛笑嘅啊！一個歡仔嘅 photographer，magazine 嘅，伊好平嗰個伊 TV 股，所以伊東幫伊人去坐伊 OB van 後尾嘅位啊，迄度我人叫背景啦。我人after stage 5啊，我人就下去伊個Palm Oil estate內面有啥有 garage，啥一個 shed 安尼。打咧可以人所以我人下去哩啊，我下去哩咪是有一個，伊唔是 driver， 伊是 navigator， 伊人伊行來伊來接教我人，所以我人咪伊甲講，你唔去交車，伊講無我人嘅車歹了，未行了，所以林地講話歡喜留住就，然後。你了我人咪是個 continue 咯，幫伊去個 garage 位咯，我人到 the next stage， 伊 OB van 嘅 driver 佢來解 producer 講，迄個背景有人知啊？無，伊對我人特別睇下我人到這邊吹伊無啊。我碰見，你知係咩事哦？伊成了伊坐 OB van 後尾伊無冚伊門好事，伊唔開伊門。乜都記落。但係講諗到你對伊做伊 ，because 你若是吹無啊，有大代志 ，because 伊 not authorized 坐 OB van 呢，你人去吹死咯，人可以坐啊，伊若是有蝦米代志，咱。liable 就，所以人嘛是對佢隨意咯。就是伊人看伊慢，伊就想了啦，慢慢擺出來去迄你知咧 estate 嘅路邊啊有一個 big ditch 嘛，什麼龍崗咧咯。所以伊點講啦，我要吹這個 navigator 就，伊人問蝦米事咧？伊講。我跋倒會點聲，伊大人我也無我死了，迄個龍崗有水，伊著我起來，所以 driver 你看我看你，特別唔敢講半行，帶伊轉去，互伊去吹first aid 嘅 crew 就，伊 driver 來細聲來甲我講，伊點要吹這個 navigator，我係 navigator 去後尾嘅位嘛，係個 garage，走我人認得。伊看我出亂呀，你知蝦米事無？伊講伊車歹了袂行，蝦米事？伊個 driver slam 伊個 car into one of the palm oil。哎呦！palm oil 啦。
driver 無着傷，但係 the side of the navigator all smashed in and this navigator died on the spot. Oh my god! And Yo! 我面嘅，Yo! 會驚我講伊陪起來。Oh my god! From the ditch 啊！ Wow! 讓拍扣時本無啦曬個，係咪物件無相啦？成個 normal 片。無相嘛 ，because 我人對伊 race at the back 嘛，我人就accident 嘛。哦。我到家伊 the stage checkpoint only we learn of the accident。哇！伊我甲我真正想呀，我人甲了去探伊啊。啊。原來不是伊 funeral home 嘛。啊。伊邊啊一邊甲了 smash 甲了伊，真正回響啊！喲！我在community 我係好朋友甲了嘅嘛。哈！哇，你刺激啊！你講話講笑嘻嘻啊！就 at least 你唔知咯 ，sometimes you feel the consolated I mean 啥？comforted that 一個嚟個 long time 嘅，然後呢？啊，嗱，伊歡喜無怎啊？無 suffer，I mean OK 啦 ，move on 啦，伊無想講，你可以 help 人，可以 help 你朋友，你會驚？伊個 report 啊，講係 he died on the spot。哦。哇！大個 ，maybe 伊個佢唔知本 actually。你講 sometimes 是。人伊成掉啊，伊掉睇啊，掉 kill 啊，嗬 ，from 伊 impact 啊時，伊個佢唔知講伊個幾死個，伊知講伊車未好死嘅。是人講啊，伊 the reality has not hit him because it's so sudden 咯。所以你所以咧背景掂住講，我要隨伊，我要解講感謝，嗬，伊做啊。哇！誒我問你，即個是背景畫到出來是 after 兩年白了啦，唔係 after 兩年。No, it could be between the time of Walang impact to Walang arrival there because Walang impact. 我都冇想下咯，特別你講你是你背景唔是這個人上一頂嘅車咩？冇想下。冇，背景坐去 OB van the outdoor broadcast。我知。看白嘅車。啊，因為我問你你以前long 年代做隻年代嘅時候，伊係你。伊亂搞走個了嘅時，你navigator 安怎走呢？伊是留到嗰邊嘅時對別人嘅車。我人留伊嗰邊 ，because 伊冇坐到我人嘛，我人嘅車冇回咗嘛。哦，你伊到地方都會等啊？啊，伊就要等我。等伊個 crew 嚟坐伊咯。哦，I see。哦，哇！我都聽到我講幾個事，我講你成日講我聽到講我一個浪車咧，我電話叫伊嘅朋友計價，something 我落歌去買啊，還是你個冇想到這個事？想到，但係我想到啊，我看伊去觀察看到真正凶啊！哦。特別 at least 你安心講伊個個人老做啫，哦。我講笑啊，佢講伊參了啦，伊若是 victory dinner， 伊無參去 podium 啦，蝦米嘛站。哦，講伊車歹事。伊講伊車歹，伊車未行了。哇！車 a lot of the time 伊 engine burn out 嘅嘛。所以本是 uncommon 啦，車牌本不是 quite common 啦，咱冇去介紹。It is a very common occurrence。啊！哇，驚人哦 ，OK。哇，驚這 comfort 啊！這講嘅嘢唔驚哈啊！驚嗰啲嘢我甲你講真真嘅啊！你聽啊，你 imagination 你嚇掉。我講冇嗰種談。伊其實真 detail 是所以變到 because 伊本身嘅經驗，所以講真 detail 就講啊哇！伊結果成日新都講你啱嘅嗬，啱嘅。當時到車講伊拍別多嘅一件，伊你啱嘅係你咪是驚。BD 嘅點點哇！好嘅就係我感謝你教我寫啊，讓教我寫落嚟感謝落嚟故意告訴比較好聽。
安尼後尾吼，當時嘛是12點幾啊吼，啊，佫有19個人聽着，佫有到19唔是聽啊，19個人看到，就啲 YouTube 有一個。OK，感謝。咁啊，正時佢講驚唔敢講鬼啊，伊未論啊講。冇會驚個未講過，正時啲時候冇講。你知即話我冇你食農業嘅鹽啲爭紅菇。哦。我食冇驚啊！食燒嘢，食到熟了嘛。或者要講嘅時候，佢去食紅菇先，食紅菇啦，個人講啊。你冇食鹹啲紅菇哦？不，我是個食碗那個碗咧就辣啲。伊較鹹嘅哦，鹹香。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希望咱禮拜佢在季節佢來聽鬼故事，就是攞是禮拜聽一道鬼故事。但是講咱要聽鬼故事現場咧，要去1月3號嘅時，明年聽15年，希望慶祝變咧福建10年做啦，變咧福建節目做10年啦。所以可能慶祝，咱就要來啦，有通食激咯，個通看阮嘅特別嘉賓現場咯，通看了往 after that。佢簽畫功夫可能簽 autograph 含隻鬼嘅啦出嚟，係咪嘅？我含隻鬼嘅啦出嚟，我當然不得咪掉項我驚，我當然咪掉項嘅多粒啫，喲，其實冇咪幫曬冇咪背啊 ，OK 然後但是我是咁配啦，我就是隻起項嘅當然，因為林咯咁。感謝特別嘅邊。我幫曬我成個咁配。我特特去咁幫曬時特別上咁配就對啦嚇各位。感謝林，感謝咁配啦。感謝我嘅 producer 豆嘅，了解。哎呦，拜拜。แล้วก็happy กับกุญแจ感謝或者個如果上網咁樣話你幾個數或者個真係咁講哈 OK 我看一間會是日本嘅啲新加坡嘅節目就係講教嘅字咯或者真係咁講哈講未了啊！我驚。你鬧我咧，這位 show 都冇了過，你這年個都幾講10年好。會使，幾講10年鬼故事。對，不到對嚟講啦，個日本鏡，感謝日本鏡。拜拜。然後個有老椒青子，感謝鏡你告訴青子。拜拜 ，John 啊，這裡 end of this coming week。是豆嘅成日啊！哦，攞特別記隻桂子啊！唔是隻豆嘅咩？唔是隻桂子嘛，應該係個隻 fruit 嘅極嘛。隻桂子放出來咪是極咯。Brownies。Brownie lock。Brownie。嚟成解錯掛聲。哇老誒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大家 Happy birthday， 大家 to you， 大家，哇！感謝。啷聽到時已經過去啦，你是幾個？你是11個幾號？11個。14號。14號。啊，當時對。英國獎。對到。Hello， 英國獎來咩？英國獎是冇啲啊。Hello。你頭早就來，一來哦，特登等了伊。你講咩鬼？他們đang sai lầm đưa à. 我講觀音的摩托bike啊，他媽死㗎。
你佢講幾個數個啊？啊，不聊啊，不聊，聊。冇啦，我未講 hello 你啦。哦，都搞啊啦。แล้วรู้可能會講哦，就嚟第二出。未啦，咱差不多要出去食了。這邊 Apple 了暗了，咱差不多要出去食了。OK，實在會嚟講 say hi 呢啦。好啦。OK 啦，感謝。Hi，四哥。แล้วแต่ว่า講個大陸去介紹日本間แล้วก็有7號咯，感謝7號。แล้วก็有英國中嘛，走啲嚟教人學。你試過講嘅迄個故事你捌聽過喲？無不要緊啦，等你幫你嘅隻破出嘅時，我甲聽啦。你別安怎會 believe？ 無呀。OK， 你安尼啦，我無啊，即你故事嘅咧，我無甲伊講。好啦，真係不相信呢你。你甲人講，你食紅菇啊，甲人講。多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阿 John 啊，咩？對，都冇愛困了。我別希望對實，另個就係事實。馬路是連招咧。連招啊耶！等佢實。OK， 我等佢慢下。我把刀就冇烘啊，我加都冇烘。咩事咧？唔知喎。乜食布魯太濟啊？就去冇食布魯啦，就去我食咩鬼啊？就去食女。我甲要放屁，我放屁啫。噗。放啊！對喎。都俾人哋看呢。冇講就大聲。OK， 我等冚住一開始時講念招嘅。拜拜。OK。拜。當聽掉係到對嚟一先呢。OK。